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市府交通局所设立的捷运工程筹备处上午挂牌，正式向市民宣布，台南市真正要有捷运啊！目前捷运南线是为代替大桥站到大东路这段，正伫等待交通部审查。若是顺利，伫109年就会当动工。伫老底的人势助阵之下，加济市民的见证，但市捷运工程筹备处正式揭牌，嘛向前但市最后一步的交通运输将迈向先进的捷运系统。先进台南，前瞻起航，1、2、3，请揭牌。关市合并以后，市府对公车捷运化转运站开发，一直到票证、整下等等，拢有大幅度成长。不过市民拢怀疑，台南敢需要捷运要起到领。副市长张正元表示，捷运是算真的，现在无做，明仔载后悔。我们希望能够加速推动。那其实要一个捷运工程建设，它都需要长时间的规划。刚刚我们高铁局老主秘也谈到了。可行性研究目前还在审议，核定中央核定之后，还要进行综合规划，综合规划还要西部设计，然后还要发包施工。那这些呢都需要时间，但是呢，现在不做，明天后悔。李嘉玲捷运工程筹备处的主任陈志康，也是对工务局招调人才，对来表示任重道远，嘛对着台南发展高计划单轨系统优势信心满满。我们拿台北捷运来看，台北市他们地下如果是走地下的话，它的每公里的造价要80亿。那如果说是高架的话，他们的重运量也要24亿左右。那所以相对之下，我们的造价是最低廉的，工期也最短，那施工也比较简易，而且对于我们的交通的影响也最低。所以说，我们评估种种的这些因素，我们是认为说单轨系统是最适合我们台南的这个地区来使用。根据了解，目前南线第一阶段甲热线已经达入中央前瞻计划，特别是南线对代替大桥站到大东路嘛完成可行性报告，送交通部审核。如果一切顺利，可望109年开工，114年完成。第一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提供市民更加方便的服务，台南市财税局积极推动跨机关的整合。现在也正式甲国税局伫安南区做伙合作办公，好民众不管是国税或者是地方税问题，都免搁再两边走。开始启动。伫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在政部南区国税局局长以及市府财税局长等贵宾的共同启动仪式之下，除了代表中央甲地方合作做伙办公，节省资源，让民众不管敢分得清楚国税甲地方税，有税务的业务来到这就对啊，避免两边分配。确实是很多民众有时候会一个税务，他可能看到这个去客定处，以前阮台语拢讲去稽征处啦，去客定处办，大家就有时候会跑错，比如说地方税跑到国税局的稽征所，那有时候国税跑到我们地方的税务的这个分局，往往因为两个又分属不同的地方，还要再往返奔波，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能够合署办公，我想是一件对民众非常便利的事情。根据了解，今日选定是安南区明年嘛拍算伫新营甲嘉义，希望互大台南的乡亲办税务更加方便。会中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局长嘛强调，中央甲地方参照皆亲情，除了大心便民，嘛互税务人员有了安定感。由于你们免费大度的提供这个办公场所给我们安南稽征所的同仁，
使得我们每一年可以节省非常多的租金之外呢，也让我们同仁享受一个安定舒适的办公环境。相信未来在这个安定的窝里面，我们同仁不但可以有一个舒畅的身心，也能够因为安定而提供给民众更有行政效率的这个贴心的服务。揭牌仪式里程，感谢贵宾揭牌，为大台南国地税合作开启了新的服务里程碑。虽然指挥办公是行政单位小小变革，不过对民众来讲却是一大突破。未来甚至希望跨附近的县市合作，以创造民众税务局加国税局三赢局面。等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提供失智症患者有一个单一通口的服务，市府社会局委托热兰州失智症协会打造一个合作家园，甚至以着失智症博物馆作为目标，希望成为全国失智症教育的示范中心。用仪式，请揭牌。哇，正式启用，未来的大家会。为伫林新路无障碍福利之家所设立的失智合作家园，虽然只是一个甲牌动作，不过却是经过2档济人无数努力才出成。除了提供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会当互相交流，卖举办各种照护支持课程，互家属知影照顾的技巧，嘛暂时为了天困的时间，更进一步互市民了解什么是失智症。我们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希望让有失智老人的家庭可以全家一起来，这边可以同时容纳几个家庭在一起，可以互相的交流，那么也可以有一些互相的支持。那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课程，可以让家属，也可以让失智的这个长辈也可以来上课，或是来改善缓和失智的一些状况，不要让它恶化。会中市长加理事长嘛搭上我愿意担任失智照护小尖兵的纸条，希望鼓励这些人拢加入因的行列。不过，其实理事长以医生的身份投入失智症教育宣导甲服务已经长达28档，相当不简单，甚至因此核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个人从事这个失智防治28年以来，这个下个要去总统府这么大的协助，得到全国好人好事代表。这跟陈树菊是一样的我事实上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荣耀归给所有这个奉献在台南失智照护的所有的伙伴。这已经是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合作家园对今年9月开始试营运以后，目前已经有12个家庭固定会来这停留、接受服务，所以社局嘛希望将这打造成失智症博物馆，来一抓地当清楚了解，甚至成为全国的示范专区。电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国民党议员洪玉凤、蔡玉辉甲王家珍23号率领台南市100多位里长到总统府以及监察院陈情。24号上午特别伫议会召开记者会，表达陈情的心声。议员甲多位里长批评李林政变的过程违反法律程序，希望监察院会当伫短期内纠正市府的行政命令是违法的。廉市多位里长因为不满市政府违反法定程序，无顾民意，就进行李林政变的公告。所以23号伫北区花兴里长谢长成的带领，以及议员洪玉凤、蔡玉辉的陪同之下，特别北上到监察院揭发民政局违反行政命令。伫过当天24号，因也再一次召开记者会，批评李林政变是黑箱作业，强调国民党是徛伫民意的这边，会来为民发声。咱来依法上条，伊唔对上对个是中央标准法第93年嘅通过，伊就明文规定，根据法律的授权，定政府定定办法，一定要送立法机构。93年通过这法令，伊竟然拢唔做。简单讲就是，我要安怎就安怎，反正就市长我做，我民进党议员较济，我感觉安尼民主会行倒退步，不应该安尼做。咱今仔有机会赢的原因。就是依不照程序来做。法律第4法第6条明明规定的很清楚，有关里的变更、里民的变更都需要送议会，但是
台南市政府坚持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昨天到了总统府，到了监察院，就是据理力争，把台南市政府这些违法的作为，很详细的跟总统府做了报告，很详细的跟监察院做了报告。希望还给我们里长们一个公道。部分里长反对无完善的行政命令，强调民政局伫地方召开的7场公听会，里长拢只是配合演说，提出的意见并无被采用。佢认为应该伫行政区域为分化通过，完成区的调整以后，再来实施里长征兵。阮台南人吼，讲实在足善良的，阮嘛无愿意行上街头，阮嘛无愿意造成抗争。毋过呢，阮一定要来诉求，麻烦咱李总统呢，会当来这个倾听民意吼，来了解咱的民意，吼，咱的要求无过分，咱是要求一个合法的行政命令来执行者。一个行政命令有期间的，讲实在，到尾啊受害的，毋是你，毋是我，是咱的乡亲，是咱上基层的这个乡亲好朋友。这个你甲这个你，区个还要甲是要来甲你啦。到人，你看到人个工会对下啊做对顶的，啊以后若区个甲后身份证，你所有的财产、所有权状，你去翻查去甲一遍，我是感觉这完全无适当，啊完全嘛无理。哦，我是认为讲陈忠安局长，我感觉无卫生去兼捌伊。你望坐大认为你坐大话是互台南市民该吐气尔。针对里长征兵的合法性，民政局长陈忠安曾经表示，整个邻里征兵作业为今年初就开始办理，拢是依照规定，并且按照时程甲计划一步步进行。为着社区的发展，必须爱来执行。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泽伊着12档，伫台南市丰富的参与执政经验，针对溪北地区的交通、观光、偏乡医疗、甲老人照顾等问题，一项一项提出具体政策。上午记者会，伊正式发布政策，希望让选民会当了解伊对市政的具体规划。溪北地区伫咧大台南合并以后，开始出现城乡发展无平均的问题。出身在地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泽，因为关心溪北地区，也因为当年参与市政的经验，可以相当了解溪北地区民众的需求。也因此，伊详细制定了侪针对溪北发展的政策，其中定值观光的部分，更是伊推展的重点。政策有足侪项目啦，吼。包括文化啦，吼，包括城乡的这个发展，包括交通这个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这个问题、人照顾这个问题，吼，会当讲是多元化，互咱这个溪北地区会当哪来人哪济，吼，也袂受到边缘化。另外呢，我想较重要的是，咱这个规个亮点政策，咱规个四北登记这个所在，吼，我想咱的月丁港的这个灯会，吼。已经办甲有声，每一档差不多有780人来这所在做参观吼。咱未来要甲扩展到新营天鹅湖，到柳营的德源边，佮到下营到六甲的小埔边，佮到咱的这个官店的葫芦边吼。会当讲每一档来当台湾那元宵过年前，大家想讲要来台南市这个溪北地区这个所在吼，来看定节。欣赏这个所在景色，欣赏这个所在美食吼，甲带动起来吼。我想这是足侪亮点政策其中的一个较具体，嘛真亮真会当吸引人这个所在共同来欣赏溪北这个所在水，而且足重要的政策。要如何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要如何让溪北地区也当得到有够的资源甲适当的发展？这拢是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泽有信心来解决的。伊也希望选民会当给伊一个服务大众的机会。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咱先歇关节，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两当前第一届举办街艺狂想全国街头表演大赛，观赏的人潮从海岸路客甲满满。今年台南市文化局再一次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团体来表演，为24号开始连续3天，伫水漂稳仔公园顶场，上午9点半开始，都有济家长带着小朋友抽身来观赏。2017街艺狂想全国街头表演大赛，上午伫水平温公园正式登场。真侪幼儿师生，也则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拢抢先伫头一天，欣赏来自各地的街头艺人表演。对着唔免出国，也则是去到外县市，会当欣赏到遮尔多元个精彩的表演，互民众拢感觉相当袂歹。街头艺人就这部分的话，就是比较想让小孩子去参与的活动，对。现在有来自各国的表演。对，刚刚看了日本的小丑，对，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其实就刚好挑今天人比较少的时候，想要带小孩子来看看这样子。因为毕竟街头艺人的表演活动，应该说形态本来都不一样，所以就想说让他多看多学这样子。两当前首次办理的全国街头表演大赛，造成真大回响。因此，这次除了邀请9组国外团体来带表演以外，同时登场的，更有全国街头表演大赛的总决赛，邀集真侪优秀的表演者要来做伙竞争，就是希望这个活动，和表演团体互相交流，也要带予市民朋友无同款的视觉感受。我们今年又特别邀请了日本、美国、意大利、墨西哥、韩国将近9个国家10组的一个街头艺人。那这些街头艺人在他们的国家其实都是非常顶尖的。那我们也想让这样的一个国外的顶尖的街头艺人来到台湾，让台湾的街头艺人看看，其实你要从事街头艺人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必须要到怎样的一个层面。然后我们这次也举办一个全国的街头艺人大赛。我们从100多组的参赛者当中选出了21组入围决赛，在25、26这2天要在水平做最后的一个决赛，我相信非常的精彩。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街艺广场的一个举办，为这个城市其实带来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精致艺术以外的街头艺术，我相信会让很多人更加容易亲近艺术，也让艺术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2015年全国街头表演比赛带来将近6万人的人数，文化局预估今年应该会当轻松突破10万人，而且依照目前周边饭店客满的情形，看会出街头艺术的展演魅力已经成功带来一定的观光效益。但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强调用心主打豆腐料理、海鲜煎饼甲烤肉的韩国料理餐厅，首次进驻台南的百货公司。开幕动工，特别招待光华高中的6岁学生来用餐，希望大家拢会当分享到韩国料理的好滋味。由光华高中流行服装科穿着家己制作的韩国服装进行舞蹈表演，这次也庆祝知名韩国料理店正式进驻台南的百货公司。这个主打豆腐实在的韩国料理品牌，因为注重食安，所以强调每工现做的手工豆腐，制作过程当中完全以盐卤代替石膏，希望让消费者吃了安心更健康。我们的豆腐村啊，为了做个区隔哈，特别跟同仁讲，我们做最麻烦的事情。什么叫最麻烦？就是最便宜的东西，最不值钱的东西，我们用最诚意的来做。也是豆腐亲自来做，我们的豆腐是用飞机改良的黄豆哈，加盐卤哈来现场做的，不是买现成的，或者是因为外面买的一般都有加石膏啦、凝固剂啦，会很漂亮，但是我们会表面上会有点丑，但是各位安心，绝对不加任何东西。同时，店内阁特别提供自助式的小菜，甲特殊口味的豆腐冰淇淋，互民众会当无限量使用。而且每一道小菜的制作过程也拢袂凊彩，
就是希望好滋味，会当甲人客分享。本店的这个小菜哈，尤其是泡菜跟海带芽哈，都是从韩国进口的。海带芽非常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韩国人坐月子也是吃海带芽，它的钙质哈，跟黑芝麻一样，是所有食品类当中最高钙质的。各位哈，有机会可以多吃我们的海带芽，还有我们的泡菜。我们的泡菜虽然在当地做的，但是进口的白菜是从韩国进口材料，才有它的口感。因为韩国比较寒冷，都在晚上都在0度左右，所以它的菜特别的脆甜。开幕当天，该餐厅更邀请光华高中长期辅助的60学生用餐，并且在另外捐赠100份的餐券予市府教育局。希望DMC的60学童有机会会当来遮享用美食。电视文章李英根采访报道。结合民俗甲传统工艺，由市府文化资产管理处所主办的艺台万千民俗工艺展，伫电成功文物馆盛大登场，包括祭孔的乐器、恢复将军、纸鼓的王船、特别器具等等，要将传统师傅的精致手艺呈现予民众欣赏。无论是用纸糊出来的船，甚至是新民，或者是用竹仔片所编出来的器具，也是祭拜孔子的乐器，即个拢相当难得聚集伫同一个展区，要互来看的民众会当感受到丰富的台湾民俗风味。就是我们在祭祀的时候乐器，因为乐声是站在里面，除非你进去拍，那一般大众是看不到。那平常呢，你去孔庙呢，可能看到也是在橱窗里面的哦。那我们这一次啊，特别啊，就把它拿出来给民众看哦。其实台南祭孔啊，应该说全世界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祭孔用的是雅乐，所以它是大成乐章。文资处是在6月的时候规划的这一档展览，那可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多了，我们的空间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在就规划了2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更展的动作。那这一次的更展呢，我们大概换掉了有1/3左右的展品。那主要呢有3个比较特殊的这个范围啦。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孔庙的这个试殿的这些仪器乐器，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展览啊，哈，从来都没有展览过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在这次的展览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艺泰万千民俗工艺展，将这台湾民众伫咧日常生活当中，就看会到的宗教器具，甚至是生活用品，全部拢展示出来。同时，也有知名的工艺大师，也收录伫这本《艺泰万千》的册子当中。对即日起开始展出，也希望有较侪民众会当前来地成功文物馆慢慢啊欣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2度到27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1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